其實呢個世界邊有咁多幸運兒？你行入個奸金碧輝煌、成日燈火通明嘅大屋入面，見到周圍啲裝修幾咁浮誇啊，啲地毯幾咁厚，啲冷氣幾咁充足，甚至連空氣入面都好似有一陣令人興奮嘅香味。你有冇諗過不夠5點鐘換呢？呢一切究竟係邊個俾錢買單嘅呢？好多人以為自己係同命運博弈，以為憑住自己個人嘅眼光，所謂嘅直覺，一不夠5點鐘換啦，或者係經過幾晚研究出嚟嘅路單，就可以喺呢度帶走1代2代捱票。但係當你坐喺個張鋪咗綠布嘅台前面呢，當你伸手去掀開張牌嗰一刻，其實你已經跌入咗一個精心設計、跨越咗數學、心理學、同行為學嘅巨型陷阱。呢個遊戲那就要去啦。由一開波就注定咗贏嘅人絕對唔會係你。大家可能聽過一句話叫長鬥必輸，呢句説話唔係老生常談，換啦，亦都唔係咩勸世良言，而係一個鐵一樣嘅數學公式。你可以贏一鋪，甚至可以贏成晚，但係只要你唔離場，還啦，只要你一直玩落去，最終你嘅錢一定會流向嗰個永遠保持微笑嘅莊家。點解？因為每一場遊戲背後換啊，都隱藏住一個叫莊家優勢嘅嘢，好似最受歡迎嘅百家樂咁。好多人覺得莊同間嘅機會係一半一半，其實呢個係最大嘅錯覺。經過無數次嘅大數據計算，莊贏嘅概率永遠比銀高咁，一點點加上嗰個看似唔起眼嘅佣金，還啦。呢個細微到你察覺唔到嘅百分比，就係維持成間大屋運作嘅核心動力。呢個世界最可怕嘅唔係你輸大錢5點鐘換啊，而係莊家根本唔怕你贏錢，佢只係怕你唔玩。只要有人玩，個個數學期望值就會好似抽水機咁暈咧，一分一毫咁將你袋入面嘅錢抽乾。講起百家樂，你一定會見到好多人搣住支筆喺張紙上面畫紅圈、藍圈，呢啲就係所謂的體路，有大路、小路、大眼仔路，甚至有人話呢啲路入面有規律，可以預測下一鋪開莊定開間。呢種行為喺心理學上面有個名叫做幻想性錯覺。人類嘅大腦天生就有一種本能，係雜亂無章嘅數據入面揾模式，因為咁樣會令我哋覺得局面仲係可以掌控嘅。但係你要明白，每一鋪牌、每一次搖骰都係一個獨立隨機事件。上鋪開莊同呢鋪開莊完全冇任何邏輯上嘅聯繫，嗰啲所謂嘅長龍單跳，全部都係你腦入面產生嘅幻覺。賭場最中意你睇路，你一不夠5點鐘換呢，因為當你覺得自己發現咗規律嗰陣，你就會加大注碼。當你越覺得自己掌握咗未來，你就離傾家扭產越近。換呢，一換呢，你可能仲會諗，如果我輸咗就翻倍咁買落去，只要贏翻一鋪，我不單止可以1回本，仲可以賺翻最初個1注。完啦啊！呢個就係好多人自以為聰明嘅馬丁格爾策略，聽落去好似無懈可擊，但係現實係殘酷嘅。首先，你嘅本金係有限嘅，而莊家嘅本金相對你嚟講係無限嘅。最重要嘅係每一張台都有一個注碼上限，即係所謂嘅限紅。莊家好聰明，不夠5點鐘換啊！佢一早已經幫你設好咗天花板。當你連續輸咗幾鋪，想翻倍再追嗰陣，你會發現你已經觸碰到上限，或者你已經冇錢再跟落去。呢種倍頭法其實係用傾家過產嘅風險去
博過一注嘅臥頭小利，呢種投資回報率，我不夠5點鐘換啦。除咗喪失理性嘅圖，邊個會做呢？入到去呢個地方，你會發現你揾唔到槍，更加揾唔到時鐘。呢個係行為學上面好高明嘅一招，叫做時空剝奪。莊家要你忘記時間，要你忘記外面個世界，喺呢度永遠都係白晝，永遠都係咁樣嘅節奏啊！當你長時間處於呢種高壓又興奮嘅環境，你嘅生理時鐘會亂，你嘅判斷力會下降，而且點解鬥場唔直接用現金，而係要你換成一粒粒好似玩具咁嘅籌碼？因為現金會有真實感。當你俾出一沓沓銀紙嗰陣，你會心痛。但係當銀紙變成籌碼，喺你眼中就只係一對塑膠片。你對金錢嘅感知會被模糊化，輸咗好似只係輸咗幾塊片，換咧贏咗，就好似贏咗就堆獎分。呢種心理隔離會令你下注嗰陣變得更加果斷、更加瘋狂。鬥場入面仲有一種好特別嘅化學物質，叫做多巴胺。好多人以為贏錢嗰一刻最開心，其實心理學研究發現，最令大腦興奮嘅係等待開牌個瞬間，即係所謂嘅預期獎賞。當你見到張牌掀開一半，當你大叫頂吹嗰陣，5點鐘換啦，你大腦入面分泌嘅多巴胺係平時嘅幾倍。呢種快感甚至比你真正贏咗錢仲要強烈。莊家就係利用呢種生理反應令你上癮。哪怕你輸咗，你大腦都會記住嗰種極度緊張嘅快感，令你想一而再再而三咁去重複呢個行為賭博。本質上就係一種對大腦獎勵機制嘅劫持。你仲會見到好多人贏咗錢之後大聲歡呼，一仆夠5點鐘換咧，甚至有賭場會特登安排啲人去恭喜贏家，搞到周圍都好似好旺咁。呢個係典型嘅擾傳者偏差。你見到嗰一個贏家背後，其實有99個輸家正默默咁喺角落離場。到場會將贏錢嘅資訊無限放大，等你有種錯覺，覺得贏錢係一件好容易、好普遍嘅事啊！但係嗰啲輸到要借大耳窿、輸到家破人亡嘅人，永遠唔會出而家鬥場嘅宣傳入面。呢種不對稱嘅資訊傳遞嘅係最容易令你產生煲泡心理嘅陷阱嘅。好多人話我唔係賭徒，我只係去玩下，我有自制力，贏咗幾多就走，輸咗幾多就收手。呢種諗法聽落去好理性，但係當身處嗰種環境，面對住贏錢嘅氹藍同輸錢嘅唔甘心，人性嘅弱點會被無限放大。莊家其實唔係同你賭錢，佢係同你嘅人性賭博。佢知道人類天生就有一種厭惡損失嘅心理，輸咗錢嗰陣，大腦產生嘅痛苦感係贏錢快感嘅2倍，所以輸錢嘅人會更加傾向冒險，想一鋪翻身，結果越陷越深。講到底，呢間屋入面所有嘢，由地毯嘅顏色、燈光嘅亮度、空氣中嘅氧氣含量，到每個遊戲嘅數學規則，不夠5點鐘換啦，全部都係為咗一個目的啊！等你在不知不覺中將你辛苦賺翻嚟嘅錢留低呢度，冇所謂嘅博弈智慧，只有血淋淋嘅套利邏輯。一不夠5點鐘換咧，你以為你係同運氣玩遊戲，其實你係同一台精密冷酷永不疲倦嘅財富收割機對抗。所以作為過來人呢，我經常見到啲人興高采烈咁入嚟，最後垂頭喪氣咁出去。我唔會勸呢
我唔會勸你唔好賭，因為勸係冇用嘅。人性本身就帶有賭性。我只會話阿丁耀宗話啦，我只會話俾你知，呢個世界唯一可以戰勝莊家嘅方法，就係你唔好坐埋去張台嗰度。當你唔賭嗰一刻，你其實已經贏咗莊家，因為莊家最強嘅武器就係你嘅參與。大家要明白，財富嘅積累係靠時間同勞動力。一唔夠5點鐘換啦，而唔係靠嗰張薄薄嘅紙牌或者係嗰粒滾動嘅色仔。當你將命運寄託喺概率嗰陣，你已經交出咗你人生嘅主動權。呢間大屋之所以能夠屹立不倒，之所以可以變得越嚟越豪華，唔係因為莊家好運，而係因為有太多人覺得自己係個萬中無一嘅幸運兒。其實真正嘅智慧唔係點樣贏莊家，而係點樣控制自己內心個貪婪嘅黑洞。每次我見到啲人喺台前面大叫大喊，我都會諗如果佢哋可以將呢種拼勁同鑽研嘅精神放喺事業上面呢，佢哋嘅成就絕對會比而家高得多。兜博係將複雜嘅人生簡單化成一個輸贏嘅符號，呢種係一種極度偷懶嘅人生觀。你想不勞而獲，莊家就想坐收量利，而莊家手上面握住嘅係數學真理，你手上面握住嘅只係虛無真做嘅運氣。呢個世界最公平嘅地方就係數學規律。要完呢，無論你係咩身份，無論你有幾多錢，喺數學概率面前，大家一律平等。莊家利用呢種平等建立起一個不平等嘅收割體。係不夠5點鐘換啦。呢個就係睇博嘅本質，一種利用人性弱點，將財富由多數人手入面轉移到少數人手入面嘅社會遊戲。如果你識透咗呢一點，還啦，你仲會覺得自己有機會贏咩？你見到我而家可以笑得咁開心，唔係因為我贏咗幾多鋪牌換啊，而係因為我一早已經跳出咗呢個遊戲，成為咗制定規則嘅人。當你仲喺度研究路單嗰陣，不夠5點鐘還啦，我已經喺度研究點樣令你更舒服咁留低。呢個就係視野嘅差距。你要記住，鬥場入面唯一可以賺錢嘅方法，唔係做鬥徒，而係做莊家。如果你做唔到莊家，就乖乖地做腳踏實地嘅普通人，橫財就手。呢種事其實係一種咒咒。一不夠5點鐘完啦，好多贏過大錢嘅人，最後嘅下場都好慘。因為佢哋嘅價值觀已經崩塌咗，佢哋再都唔識得欣賞平凡工作帶嚟嘅踏實感。一唔夠5點鐘換呢，最後只會在追逐嗰種虛幻快感嘅過程入面徹底迷失。所以如果你而家仲未深陷其中，請你離張台遠一點。如果你已經輸咗錢，請你將呢筆錢當係交咗學費，學識認清現實，總好過繼續投入你剩下嘅人生。呢篇長篇大論，不夠5點鐘還嘅，唔係想教你點樣贏，而係想幫你拆解嗰啲蒙蔽你雙眼嘅幻象。當你明白咗刀場優勢、刀途恐怖、籌碼化心理、多巴胺劫持呢啲詞語背後嘅真正含義，你就會發現原來個張鋪咗6步嘅台根本就係一個深不見底嘅森林。你伸頭去望嗰一刻，森林亦都喺度望住你。我見過太多聰明人，因為覺得自己可以算贏個概率，最後輸到連尊嚴都冇埋。概率係冇情嘅，佢唔會因為你聰明就偏袒你5點鐘還啊，反而會因為你自以為聰明，令你喺錯誤嘅道路上面行得更遠。刀場最中意嘅就係所謂嘅高學歷刀徒。
不夠5點鐘換啦，因為佢哋最容易跌入大數定律嘅邏輯陷阱。當你行出呢間大屋，呼吸到外面清爽嘅空氣，見到街上面勞碌但踏實嘅人群，一不夠5點鐘換啦，你會發現呢個世界雖然有好多不公平，但係只要你肯努力，你總會得到回報。而喺晝場入面，無論你點努力，還啦，你得到嘅最終只會係虛無。呢個係我睇透咗幾十年人生之後最想同你講嘅話。你以後再去到呢啲地方，不夠5點鐘啦，不妨用個旁觀者嘅眼光去睇下嗰啲狂熱嘅眼神，去睇下嗰啲蹦抖嘅雙手，去睇下嗰啲因為贏錢而扭曲嘅笑臉。一不夠5點鐘換啦，同埋嗰啲因為輸錢而灰敗嘅神色，你會發現呢度根本唔係咩天堂，而係一個人性嘅大實驗室。而你可以選擇唔做嗰隻白老鼠，真正嘅香港智慧，或者話係真正嘅成功之道，從來都係靠逆流而上嘅拼勁，係靠對機會嘅敏捷捕捉，加上後天嘅不懈努力賭錢，只係一種對生活嘅逃避，一種將希望寄託喺虛無上面嘅軟弱。不夠5點鐘還呢？你要贏嘅唔係莊家，而係個個想走捷徑嘅自己。而家如果你仲諗緊下一鋪買乜，請你摸下你個心口，諗下你屋企人。不夠5點鐘換啦，諗下你辛苦工作嘅嗰啲日子，嗰啲籌碼其實唔係塑膠，嗰啲係你嘅生命，係你嘅時間，係你本應擁有嘅幸福。完啦，將呢啲珍貴嘅嘢隨手吊喺張綠布台上面，你覺得值得嗎？話就講到呢度，呢個世界嘅燈火依然會好深藍，換啦，到場嘅音樂依然會好動聽，籌碼撞擊嘅聲依然會好誘人。但係當你知道咗呢一切背後嘅邏輯，你應該可以行得更加堅定。記住哦，屈住唔多先係贏。呢個先係呢個遊戲入面唯一嘅真理。你見到個個笑得好慈祥、好成功嘅人，佢之所以笑，係因為佢睇通咗呢一切。佢唔係贏咗運氣，佢係贏咗人性。希望你聽完呢番話，下次再見到張路單嗰陣，可以報以一個淡淡嘅微笑，然後轉身離開。過一刻，你先真正係你自己人生嘅贏家。呢場關於概率同心理嘅博弈，一不夠5點鐘換啦，而家可以結束啦。你可以選擇帶住你嘅理智離場，重新開始你真正嘅人生。嗰啲金碧輝煌嘅天花板唔係為你而設。一不夠5點鐘換啦，嗰啲只係收割者嘅裝飾品。你嘅世界應該喺陽光下面啊，喺嗰啲你可以掌控嘅細節入面再見啦。希望以後唔會喺個張鋪咗綠布嘅台前面見到你。希望你嘅智慧可以用喺創造財富上面，而唔係消耗財富上面。記住，玩樂唔好同一條數學公式鬥，因為公式係永恆嘅，而你嘅人生係有限嘅。用有限嘅人生去對抗永恆嘅概率，呢個就係呢個世界最傻嘅事。當你明白咗呢一點，你就會發現原來贏錢其實好簡單。只要你唔去下注啊，你就已經喺個個叫人生嘅鬥局入面立於不敗之地。呢個道理雖然聽落去好簡單，但係真正能夠做到嘅人，換啦先係真正擁有智慧嘅人。希望你就係其中一個。